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看有人统计了这个2025年第一季度房企亏损前10名，排第一的是万科营收379.95亿元，就是380亿，亏损是62亿元。第二名是华夏幸福，亏损27亿。第三名是新 ST 金科，亏损16亿。华侨城 A 亏14亿，首开股份亏11亿，荣盛发展亏9个亿，金地集团亏6.6亿，新 ST 中地亏4.9亿，新 ST 南智亏4.6亿，金融街亏3.82亿。这个是截止这个一季报公布目前 A 股上市房企不足100家，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仍旧是持续下滑中。这亏损的10强前10名大家也看到了，有民企也有国企。那万科是国企了它这个大股东深圳地铁已经接手了，名正言顺的是国企了什么金融街、首开股份，这都是国企。华侨城，而且这亏损幅度不小仅仅第一个季度亏损10个亿以上的就有5家房企。虽然后面3个季度充满着不确定性，但是从这儿也能看出在这历经3年的救市这些房企他们日子并没有好起来，对吧？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刚才说的是沪市的那么还有人统计了港股81家上市房企，这个2024年港股81家上市房企中出现营收增长的是23家，其余58家营收均出现下降，盈利的房企26家，亏损的房企55家。据统计恒大、佳兆业、禹洲、建业、朗诗、嘉园、蓝光、新力、中天、大发、祥生、金科、正荣、阳光城、泰和、世茂、光耀、中南建设、中国奥园、中交等房企负债率超过100%。负债率超过100%什么意思？就是资不抵债，也就是它净资产是负的。那净资产是负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它这个破产重整甚至破产清算是他们的这个归宿，资不抵债了嘛这是房企我们再看看这个建筑企业是什么情况。这个华夏时报报道说9大建筑央企一季度营收净利双下降。截至目前，随着9大建筑央企一季度业绩被披露收工，行业交出一份喜忧参半的成绩单。据记者统计9大建筑央企一季度合计营业收入16545亿元，同比下降 4.23%， 净利润395亿元，同比下降 9.9%， 那利润下滑更快在房地产深度调整、基建投资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建筑央企的业绩分化进一步凸显。中国建筑、中国能建和中国化学3家企业逆势实现净利润增长，而其余6家企业则陷入下滑通道。这一数据背后既是传统建筑业周期调整的阵痛，也是央企加速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型的缩影。无论是建筑央企还是房地产企业，你看现在国企、央企已经纷纷出现一些不好的苗头，已经开始预警了，警报拉响。咱们以前说对吧？这些民营房企暴雷完了，后面就是国企、央企，会扩散到国企、央企这儿。说1000道1万，就是房子卖不动，韭菜不买房只要韭菜不买房，你神仙来了也枉然，没用昨天咱们央行宣布了这个公积金利率下调。那么今天各个省份你比如说广州深圳西藏北京各个地方多地宣布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5月8日，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宣布下调公积金贷款利率。2025年5月8号含之后新发放的贷款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为 2.1% 和 2.6%， 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为 2.52% 和 3.075%。 这个各个地方动作还比较快马上响应。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报道说贝壳找房，杭州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研究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说，目前杭州普通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130万元，若是首套按30年等额本息还款方式，月供将由5376元降至5204元，
年总利息减少约6.2万元，一个月100多，看上去不多啊，但是你要整个的下来也要节约6万元呢，这好像也不少啊。但是有多少人是冲着这个去买房呢？网上啊有大量的这个买了房子后悔的帖子啊，非常多。但这些帖子啊真假难辨，但是啊事情好像身边都有这样的例子发生。一位这个账号叫认养一只水源湖的这个微博网友啊，他贴了一个网文，说房价再这样暴跌下去，我真的崩溃了。2018年我花了460万在上海买房，谁知道2020年居然已经涨到了800多万，是以2倍的速度往上涨。当时被金钱冲昏了头脑，在中介的鼓动下又贷款买了一套单身公寓，心里盘算，手里拽着2套房，只要再涨上3-5倍卖掉就可以直接躺平了，又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吃香喝辣的周游世界去，想一想都美。实际上很多炒房的他都赚到钱了，但是为什么最后都爆雷呢？实际上跟这个业主的心态是一样的，他就不停的加仓，他从2000年开始买起，对吧？有很多人说1年买一套，完全有可能啊，我一点都不怀疑。但是你想啊，如果你每年买一套的话，你2020年、2021年房地产一掉头，这恒大一爆雷，他就得爆雷，这个账好算啊。我们看这个业主啊，他这个网友他是怎么说的啊？他是这个2018年460万买的房子，2020年那正好口罩期间呢，他居然涨到了800万，胜利冲昏了头脑啊。然后他又决定再买一套，如果再往上涨2倍，他把房子一卖，躺平了，财务自由。多少人这么想的？结果啊，2021年后，也就是恒大爆雷以后啊，房价开始不听话了。说起初啊，还只是涨得慢一点，我还安慰自己，市场总得喘口气吧。谁知道喘气没多久，房价就像坐滑梯，哗啦啦往下掉。我记得那天晚上刷着房产 APP， 屏幕上的数字让我心跳加速。460万买的房子已经跌到了400万不到，说半夜睡不着，裹着被子盯着天花板，心想这钱够我吃多少顿外卖，够我换多少辆车啊！那种心慌像丢了半条命。说白了，卖房也没戏。他说我试着挂出去一套，报价一降再降，连中介都懒得给我们打电话。去年冬天我在中介那小办公室等消息，暖气坏了，冷得我直搓手。墙上的房价走势图像个嘲笑我的鬼脸，告诉我这市场已经凉透了。偶尔有看房的挑3拣4，压价压得我心口疼。我算了笔账，卖了也填不上贷款的窟窿，干脆咬牙继续扛。突然想起贷款这事更让我头大，每个月工资一到账，还没捂热就得转给银行。以前周末还能去咖啡馆点杯拿铁晒晒朋友圈，现在呢晚饭改啃超市打折面包，省下的钱全拿去还债。有一回在便利店挑面包，挑到手都麻了，最后选了个5块钱的，站在停车场吃完，嘴里干得像嚼纸。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掉进了生活的坑里，爬不出来。他说但你知道吗，人被逼到这份上也会逼出点觉悟来。我开始琢磨，房子这东西涨的时候让人飘，跌的时候让人慌，可它不该是生活的全部。以前我总觉得多套房子等于多条命，现在想想，命是自己的本事，不是银行的账单。你看啊，这个我早就说了，帮你度过这个低谷的，对吧？穿越周期的是你的才华，其他有形的东西啊都是可以剥夺的。那房价涨跌，那就相当于剥夺了吗？你本来800万买的，现在跌到只有100万了，那就相当于你那700万被人剥夺了。他说我报了个线上课程，学点数据分析，熬夜啃资料，慢慢找到点方向。周末也开始陪爸妈吃饭，聊聊家常，感觉比追着房价跑踏实多了。有句老话说得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房子也好，钱也好，都不是安全感的根，根是你自己有多大能耐，能扛多大事。我还在还贷款，日子还紧巴，但心态不一样了。房价跌了，我不慌了，因为我知道路还长，我得靠自己走下去。这个咱们这频道一直说买房是根据你自己个人扛风险能力，对吧？这个房价目前这个走势，如果我有钱，这房子80万，我有80万，那你可以买啊，对吧？你就当做消费，跌了你也不在乎，不会因为跌了你日子过不下去，对吧？也不会因为跌了你爆雷，你只是账面有损失，对吧？如果你没有80万，对吧？你只有10万，那你还得考虑一下，万一你失业，万一你赚不来钱，你借了钱买了这房子，你拿什么还？还不了的话，那你就爆雷，你一爆雷，你的一切打了水漂，完了你还欠银行钱。所以这个跟每个人的这个抗风险能力密切相关。胡锡进老师他在那个河北的大厂，好像是孔雀
血城吧，或者反正什么买一套房子，那个房子不管他什么时候买的，我估计那已经膝盖涨，黄金嘛，那跌的都是稀里哗啦的。但是你说影响他吃饭吗？影响他生活吗？影响他看股票吗？影响他搞人体摄影吗？都不影响。所以根据每个人啊，你自身的能力来决定。当然了，你说这房子80万，我也有80万，但我就是不想买，因为我觉得它能跌到50万，那也可以啊。那你前提得把钱看住了，对吧？你那个钱啊，别抖落掉了，你不要什么拿去炒股票，对吧？看别人赚钱眼红，也不要去什么朋友要创业跟你借钱，你借给他，或者是自己觉得对吧？要加盟一个奶茶店、火锅店，你这个结局是什么呢？本来你还可以买套房子，结果你房子没买，钱也没了。你买个房子吧，后来那房子虽然跌价了，但是房子还在呀，对吧？你还能住啊。所以说你不买的话，你有这个钱你不买，那你就把这钱要看好。这个房价啊，我认为啊，未来它的压力是越来越大，除非是经济发展啊高速发展，否则的话，我觉得房价的压力它就像那个地球引力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也好理解啊。你比如说，大家都说这个未来的房价主要是看人口嘛，那你说这个答案不言自明，人口是在下降。但是我想啊，不光是人口下降导致这个房价承压，还有个人的观念在变。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观念是不知不觉的在潜移默化在发生改变。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印象，我们在这个口罩之前呢，我们聊房地产的时候，大家都有个梗嘛，就是大家开玩笑说，这个中国的房价是谁推动的？是丈母娘，对吧？这个年轻人一结婚，丈母娘的要求就必须买房。那么这个观点啊，我认为它在潜移默化在发生变化。你在10年前啊，丈母娘要求买房，这个能理解啊，年轻人结婚必须有婚房。关键当时的大背景是房价它基本上是涨为主，也有下跌啊，但是跌好像跌个一段时间它就马上起来。所以说大家潜意识里面房价总是在涨的，对吧？在这种背景下，丈母娘要求买房，某种程度上是，对吧？是一个英明决策。但是我想现在啊，越往后啊，这个丈母娘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这丈母娘啊，她现在越来越，对吧？这个应该80年代的人已经开始成为丈母娘了。你很多农村地方的结婚，年轻人20来岁结婚，他妈他爸可不就是80几年的吗？80几年现在就是40多岁嘛。还有城市里面的这些人，过2年他不就要当丈母娘了吗？而这些人恰恰是很多人啊，是现在这个高房价这个受害者。也就是他们很多人恐怕都已经背着房贷，现在是痛苦不堪了。他们是这个高房价这个亲历者，对吧？甚至有的人买了房子现在爆雷了。那你想，现在爆雷的这些业主很多可不就是80几年的？那你说等到他们的孩子长大了结婚的时候，他们对婚房是怎么看的？我想他们的观念会发生变化，因为他们自己是过来人，就是受害者。那他们很有可能啊，要么就是全款买房，对吧？你可别给我买什么期房啊，什么按揭贷款，那把咱们女儿给害了，一嫁过去就给你还按揭贷款，到时候房价还要跌，到时候爆雷了，俩人一起倒霉，对吧？因为这是80后这些父母的他们的惨痛经历啊，所以要么就是全款买。那你是说现在全款买的人有几个呢？谁有那么多钱呢？那就是不买。总之要是按揭贷款买房，那他女儿嫁过去那是风险很大呀，对吧？而且这批人他现在也能接受租房，觉得租房住也挺好的，习惯了吗？所以10年前的丈母娘他们是以60后啊70后为主，他们对房子是一种执念，因为房子它一直在涨。所以我觉得啊，等到这个80后成为丈母娘的时候，这个观念肯定会发生变化。也就是啊，这个结婚未必就要买新房，婚房未必是标配，对吧？他们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量力而行。当这个越来越多的80后成为丈母娘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风气就会发生变化？那既然风气发生了变化，那房价还是承压呀。如果再考虑到啊，后面这个小孩上学啊，现在都是越来越容易，对吧？对学区房的这个竞争啊越来越淡化，那为小孩上学买房它又不是刚需，所以说刚需会越来越少，对吧？这都是房地产稳定的不利因素。我们再看一个离奇的事啊，民事纠纷扯皮的跟房地产有关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啊。这是杭州交通918什么小丽帮忙这个频道啊报道的啊，说男子100万买房1天没住欠4万水费，这也够能欠的啊。说河南开封男子100多万买二手房1天没住，被告知水费欠4万多，当事人郭先生过户前1分不欠，查了水费单还有11.5块的这个余额，过完户告诉我欠费4万。原房主说啊，水费一直正常交，过户前还有余额呢。开封城市水务集团西环路营业厅抄表员说啊，2024年7月漏了4146吨水，产生了近3万5千元的水费。最近
你开了阀门又跑了6000多吨水，一共4万多元，你在房东卖房隐瞒了负债事实。大家看视频啊。我100多万买了一套房子，一天没有住，突然多出了4万多块钱的水费钱，你说我冤不冤？我4月份的时候买了一个2手房，想着一个独门对，家里住着非常安心。和房东约定的就是水电费、燃气费都没有欠费的情况下，我们去了开封市市民之家去正常过户，当时办得很顺利，直接都过到我的名下了。正准备装修嘞，昨天突然接到自来水公司给我打电话说，我欠了4万多块钱的水费，感觉天都炸了。那这欠费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们说是之前1年前原房东欠费的，之前我过户的时候，为什么上面还有11块5毛钱？我过户的时候为什么不欠费？我过完户为什么欠费呢？那原房东咋说了呀？原房东说他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影响到我了。自来水公司把我的水也给我停了，我现在装修也装不了。这房子才过户10来天，突然多出4万多块的水费，那郭先生表示十分不认可。那这个水费到底是不是原房主欠下的？小李马上也联系一下原房主。我是1分钱不欠，还有余额的。您之前入住的时候有没有按时缴纳水费？有的，都在交润。那这账户上突然多出的4万多块的水费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对此，自来水公司又会如何解释？小李马上也去落实一下。鸭儿喝，还有11块半的6点肉，直接都欠4万多。你给我说。这几个小时，我咋欠4万多了？他是啥？当时超了标，他是漏水了，确实是漏水了。这个俺拍了，对，那个因为啥？我超了标的时候，那个标盘它那个花枝它一直在转的可快。什么时候超的标？什么时候发现的漏水？就是这不是这那个24年，24年7月份。你从哪儿漏的水？那应该都是标后头，因为它已经过标了嘛，那标志一直转住了嘛。他走了，你为啥叫我还呢？俺只对这块水标。你针对水标，这个水标啥时候过户的？为啥当时他这个水标号你不给他打上多少钱呢？叫他打上啊！俺已经解释过了，俺一直在跟用户协商这个事儿。你协商现在列着我这账户上了4万多块钱。就是协商归协商，咱又没有及时把这个账户给他进行一个更新和调整。你说这个4万多的水费是2024年当然都产生了。去年的时候他漏水了嘛，漏了4146吨水，产生了34449块钱的都是水费嘛。然后这个新房东不是买过房之后嘛，他那个阀门都开开了，然后又走了655吨的水。下来这一共是4万多。对。那你当时开阀门的时候，你知道漏水吗？我都不知道这个跑水这个事儿。老房东卖房之前故意隐瞒了一些他隐瞒了负债的事实。他隐瞒了，你隐瞒吗？你隐瞒吗？没有啊，你没有隐瞒，你为啥不入系统？你要我欠费？别急，你的心情能理解，确实他现在平白无故产生了这么大一笔费用，4万多确实不少。别急，跟我沟通。好。都已经不到位吧？俺不是说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之前那个水管坏了，你没坑啊？水管坏了，我也不知道啥原因。那个时候你不给我说的是，你找着漏水点了，你说都跟水标没有多远，标后头那一点水管烂了，你说压烂了。我不知道漏水点搁哪。现在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先找出这个漏水点到底是表前还是表后，找出这个漏水的原因，然后看看这个费用到底该谁来承担。你看是咋协调吧？需要咱出来咱才付出，没事儿。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能够确认是由于表后的管道出现问题，产生了漏水，导致这样的一个损失，并且新的房主也没有实际用水，那么这种情况下，相应的这个损失就与新房主无关，而应当由原房主去处理。尽快的派人去给他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漏水点，把那个内漏修好之后呢，给他正常的一个供水。咱再说咱以前的这个水费的事儿，三方协商，如果说真协商不成了，可以走司法程序啊，或者走啥咱都可以。这样说行不行？可以，谢谢小李帮忙。没事，不客气。有困难找小丽帮忙，一帮到底。小丽帮忙团刘磊、王小丽、开封为您报道。你说离奇不离奇吧？最后怎么解决呢？恐怕是三方协商啊。这个要打官司的话也扯不清啊。反正这个自来水公司人家不在乎，先把这水停了。所以这个现在的这个房东是弱势啊。如果把你水停了，那你说你买这房子有什么用呢？没有水啊，你怎么生活啊？另外一个啊，他这个房子是不是邪性呢？这到底什么房子？怎么那么喜欢跑水呢？原来的房东住的时候跑了4000吨水，就是漏水嘛，管子破了。然后这个卖掉这个新房东来了之后又跑
跑水600吨。这个房子是跑水专业户是吗？皮裤套棉裤啊，必有缘故。我总觉得它这里面隐瞒了一些什么东西，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啊，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要买二手房，还真的小心一点。你看这都是坑啊，一天没住多了4万的水费。而这种坑啊，法拍房是最多的。这个法拍房是这个原来的房东他肯定是不配合，他什么情况他都不说，你爱自己查去吧，对吧？法院去查，法院一般不查啊，法院叫原状交付啊，叫现状交付，就这样。所以你要想拍那个法拍房，你得自己去查，你跑到物业问，物业也是吊儿郎当的，你物业是强势啊，反正你等你买了之后你来，你得老老实实掏钱，你不掏钱住不进去，对吧？你就住进去了，你麻烦事很多啊，买水买电，对吧？各种物业服务他都能卡你，你老老实实交钱，不交钱你就住不痛快。所以都是买房的人倒霉，买房的人是处在弱势啊。说到物业啊，我们再看条新闻，这是新京报报道的，说业主起诉物业账目不透明，法院判决啊，物业费账单、公共收益等需公示。物业费花哪儿了？小区电梯广告、快递柜收益进了谁的口袋？北京某小区9位业主因质疑物业账目不透明，将物业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公开物业合同、物业费收支、停车收益等明细。近日，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明确物业公司需依法公开物业费账单、水电费明细等公益收支。那这个判决还是很有指导意义啊。实际上是根据民法典呢，这物业公司是必须要每年啊，它就像上市公司一样的要公布财报，它每年要公布自己的这个当年的这个收支，然后还要接受这个业主的这个监督，你可以去查账，它不仅要公示，而且你还可以去查账，这是民法典要求的啊。但是啊，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这么干，物业公司贴在那儿也没人看，很多人看了也是白看。那物业公司呢就糊弄，反正你也看不懂，有的干脆啊就不贴了，然后把这个变成一个形式啊，流入形式。这个事情还是发生在这个通州啊，说5月7号，涉案小区一名业主告诉新京报记者，2014年他在北京通州区某小区买房之后，发现小区物业费收取较高，但服务并没有跟上。同样的商住房，周边小区空调费收取9元每平米，我们小区要17元，小区绿化也远远不够，卫生日常维护不到位，有居民反映房屋漏水、玻璃破碎等问题也迟迟没人解决，所以业主啊就对物业收取了高价物业费存疑，提出物业公司长期未公示与开发商签订的原始服务合同、物业费收支明细、水电费账目以及地下停车场、电梯广告等公益收益，侵犯业主们的知情权，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这物业公司啊同意提供物业合同，但仅同意公开近2年物业费数据，拒绝披露水电费及公共收益。那个物业公司不愿意披露的，那就是猫腻所在。最终啊，法院结合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支持了业主有关要求物业公司公布物业费收入和支出情况、水电费收支详情、地下停车场共有部分停车收益、电梯广告收益、蜂巢快递柜收益、售卖零食和饮料的自动贩卖机收益报告，并提供查阅的诉讼请求。也就是你还得让人查，驳回了超出法定公布查阅范围的其他诉讼请求。总之啊，就是公开透明。实际上据我了解啊，北京有很多小区啊，也不能叫多，有小区啊，业主把物业给轰走了，然后他们自己成立这个物业来维持小区的运转，比如冬天供暖啊，这个修剪草坪等等啊。居然有的小区啊，年底还给业主分红，也就是这小区的它这个来钱的路子还很广，什么电梯广告、什么这个快递柜等等啊，它都能收费。还有停车场，发现啊，这个阻碍小区进步，对吧？这个降低了小区业主的这个幸福感，往往是物业公司啊把钱拿走了，不仅从业主这儿拿钱的物业费啊，还从对吧？它还有很多经营呢，有停车场，有电梯，它户外广告等等啊，这些钱都成了一本糊涂账，不知道它花哪儿去了。最后业主呢得不到应有的服务，小区越来越差，但是小区这个业主交的钱越来越多，对吧？实际上就是啊不够公开透明，物业的权利不受监督，不受制约啊，然后物业非要给你服务，上哪儿说理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